高草屯的产业行销团队举办社区深度的探索甲导览的行程。第一场伫个平南社区来展开，用这个特色的产业结合着生态，要来拼观光转型。 有历史代表性的双十吊桥，结合生态保育甲科技智慧，打造入口的装置艺术和社区加正水。唔但安尼尔，还有真专业的导览人员。导览人员讲得很仔细，而且又是他父母还有他阿公之前的一些历史都有留下来。为了开创出借由体验促进产品销售的通路，草屯镇相当社区带其他3个社区进行社区深度的旅游，希望讲会使整合资源，日后会使串联起观光路线，让社区增加它的曝光率，让游客进来能够在获得我们这个产业里面，或者说他们想要的走入乡村、走入农区。 社区居民希望讲用特色的产业、甲丰富的生态以及文化资源做结合，会使转型成功顺利发展。华视新闻看起来，赶快订阅我们的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最新最及时的资讯要提供给你。